这个新科的县市长12月25日宣誓就职。就伫这个时阵，苗栗县长的当选人江东锦嘛，予苗栗地检署提出着当选无效之诉。这个江东锦开记者会来背会，讲伊绝对无买票。伊讲伊伫咧选前，佮专工要求竞选总部的干部袂当有金钱送礼等等贿选的行为。涉嫌贿选的大湖竞选总部主委江东锦讲，伊甲伊无熟。江东锦是要求律师爱对证人甲被告的笔录甲证词重新来检视。江东锦嘛讲，对地检署的做法失望。苗栗地检署的作为真的是让人有一点失望苗栗县长当选人江东锦予地检署提出当选无效之诉，以亲身来说明。大湖乡这位陈主委，我也跟大家说，我只知道这个人，但其他两位对吧，我是完全不认识。这个人我是真的不熟也没有联系的管道，所以不可能在任何地区去做买票的行为。洪提出当选无效，因为伊的大湖联合竞选总部的陈主委洪查出以1000块不等的代价，替县长、乡代、村长等人买票。地检署认为买票行为嘛影响到江东锦的选情。江东锦除了背会伊和陈主委无熟，嘛提出选前传予干部的信息，强调要求袂当有贿选的行为。麻烦我们的干部绝对不要介入别人有金钱的任何动作。江东锦阁找大乡长候选人报上领导背会，姓陈的主委是找来的嘛无替买票，控诉检察官调工忽视证词，执法无公正。陈姓被告在交付汇款给这个邱姓被告的过程当中，他有提到为中姓当选人来拉票的这个行为。这一切都有记载在我们的刑案起诉书当中。地检署讲，陈主委是江东锦的竞选总部干部，被起诉涉嫌贿选，江东锦嘛负民事责任，所以提起当选无效之诉。所以江东锦嘛请律师对证人和被告的笔录和证词重新检视挖更。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